寸土寸金的东区，找一个车位相当困难。市府为了疏解文化中心周边的停车问题，只做开使用2000万所兴建的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，3档后将伊完工。24号，市长委托伫这座明代贵宾的见证，正式举办启用典礼，将成为东区指标性的公共建筑。请用检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，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。耗资了4.2亿，花了将近3年多的时间。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，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，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这个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。但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。完工以后的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地上有8站，地下有1站，将提供211席的汽车位，加172席的机车位。其中1楼所规划展演空间，后续将交由文化局进行装修工程，同时满足在地停车加欣赏艺文展览的需求。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，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，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，那变成是一个7+1 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，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，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。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，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，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座立体停车场已经是黄市长任内第4座完工启用，目前已经委外经营，并导入智慧停车管理系统，欢迎民众多多利用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